加拿大亞省將會喺10月19號舉行公投，決定省份係咪應該繼續留喺加拿大，或者推動進一步舉行具法律約束力嘅獨立公投，令到加拿大幾十年嚟再次面對重大嘅考驗。 Tonight, I wish to speak with you about the debate we are having in this province on the future of Alberta and Canada. 加拿大亞省省長戴斯敏星期4晚發表預錄講話，表示公投將會加入亞省係咪應該繼續作為加拿大嘅一個省份，定係應該決定係咪脫離加拿大。強調即使投票結果支持分離，亦都唔會即時啟動脫家程序，而只係授權省府展開法律程序，為未來舉行正式具約束力嘅公投鋪路。Kicking the can down the road only prolongs a very emotional and important debate. And muzzling the voices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lbertans wanting to be heard is unjustifiable in a free and democratic society. 戴斯敏表明自己將投票支持亞省留喺加拿大，又向超過30萬個簽署保持亞省自由 Stay Free Alberta 請願嘅人士表示，自卡尼接替杜魯多出任加拿大總理之後，聯邦政府同亞省之間嘅關係已經有改善，雙方就能源同資源開發嘅合作討論增加。卡尼亦都喺今朝一個記者會上表態，表示亞省最適合留喺加拿大，聯邦政府亦都正努力修補同各個省嘅關係。 Canada's working. We're working in a spirit of cooperative federalism to make the country better. We're renovating the country as we go, and Alberta being at the center of that is essential. 但卡尼亦都表示，只要符合聯邦法律，亞省就有權舉行分離公投。相關法律係喺1995年魁省獨立公投之後制定，對分離公投問題設有嚴格嘅要求。當年魁省支持同反對獨立票數極為接近，最終劉家陣營險勝約55000票。事件促使渥太華政府提高分離門檻，唔再單純以50+1票作為獨立依據。而當項民意調查顯示，大部分亞省省民仍然傾向反對脫離加拿大。其中 CBC 新聞4月底嘅調查顯示，有7%嘅省民會投票反對分離，支持嘅就只有2%。